是阿翔。专家有机会就讲咱出来第5个人。今日来到阮节目的挑战题目，过5关比奖金上侪35000，请讲你咋动去哦？加油加油！今日介绍咱2位来宾，我这边先来，阮叫女神带后辈啦。我来讲，这位女神是我的好朋友哦，是进前阮的缘分，等下再甲恁讲。好，嘿，咱的队长李志琪。大家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哎，咱这打这见面呢？是啊，到底阮拄拄啊拍一个戏，拄啊才结束，嘿，杀青尔。是，而且吼，我甲伊缘分毋是安尼尔。不是安尼尔。我吼，其实阮2个拢少年的时阵，咱来讲好听，就是阮少年的时阵，其实阮是当这大汉的，嘿，而且吼，我搁去教伊跳舞。是迄条。你我无白意思啦。你唱上大声，我以前是舞蹈老师。对啊，舞蹈老师对，呢？是，嘿，啊，今日嘛带队来安尼，是不是来介绍你的队友？这就是阮公司吼，阮的师妹师弟啊，像干公司的啦，公司的啦，苏妹啦，苏妹，师公啊对。还是师妹甲师弟啦，我伊家己自我介绍是来苏妹。姊妹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雅雅，嘿，我已经来过2-3届啊，今仔日甲阮阿姊啊做伙，来，我输这做伙摕奖金。大家好，我是吴关关，我嘛是演员，是阿姊的师妹，啊，顶届来我嘛有摕到奖金。欢迎你哦，好，来介绍你。大家好，我叫查理，我是一个外景的主持人。今日我来这节目真正是皮皮出来，因为我台语有够含慢，但是我希望哦，来宾哦，台语甲我同款无认真。奖金就是讲的啊。我来讲，你免惊，你免惊，你也尽量讲，敢讲，嘿，安尼就好啊。是，谢谢。尽量学啦。好，欢迎，来介绍你。耶，大家好，我是台湾团结的演员，我叫王大雄，即摆搁继续咧搬戏啊。同时这个时间我嘛是婚礼主持人，春酒尾个安尼。是好，阮这边讲话，换恁这边咯。好，来，咱这边是女神对吧？是阮女神。嘿，阮这边是男神，甲好手欢迎咱队长东诶。大家好，美秀姐，宋哥。你好。听讲你吼本早是无啥会晓讲台语。我一句拢袂晓讲。我的台语老师是白家起。林某啦，武林啦，不是啊，白家旗，哦，袂歹哦。我一个字安尼背剧本啊，但是家己甲家己的太太学，应该生气还是冲突还是？袂，我唔敢啊。会惊就好啦。小宝啦，你要问就是这啦。对，尊重啦，尊重。伊会甲你讲你哪哈含慢，是不是？啊，不过我唔敢应出应字啊。是，嘿，来欢迎队长呢，队长来介绍落去啊。好，这是林表啥物？表姐，表舞，表舞，来咱家己我是别舞。是。顶下我有来哦，啊，不过我一分都无摕。我今日来。你嘛是拍8点钟好的啊。对。啊，我甲董燕啊，较早几啊年前电视台啦。啊，几啊年前就熟识啊。是。啊，不过啊，即马阮无共款的身份甲关系。哎呦，阮是厝内人啦。哎呦，厝内人。咱讲一教会啊。教会就跟咱内底人讲话啦，无对。哎，安尼系大家误会。欢迎你呢，好来介绍你去。陈明川，嘛是讲一间教会的。是。你顺便介绍一下。我本身就是咧剧组内底是咧做幕后人员，是，我做特技的，上辛苦的，开车，就弄车啦，车祸拢是伊个驶，啊，对，阮弄车上危险拢是阮咧处理的。哎呦，好欢迎咧，明川，好来介绍你去。阿姨嘛是表大家好，我叫陈屁股，我是游泳教练，自细汉甲东安就是作为团的，作为团的，当这兄弟，嘿，欢迎你来咧，好来介绍你去。大家好，我是戴勇，我甲东燕嘛是垒球的做伙一家人，对，我是一个歌手啊，我一个乐团叫做。乐团就潘念的，
爱卡爱就卡三四爱克乐啦，爱克乐，爱爱克爱龙是一个客语的团呐。所以我今仔较紧张，免紧张。因为今仔日我进前拢是去客家的电视台，所以我若等者有揽到客语啊，较多多包涵。不要紧。好，今日介绍咱台语国文老师。欢迎咱国文老师林淑琪林老师。大家好，我是淑琪，会晓讲台语，生活加一味，欢迎大家做伙来学台语哦。好，欢迎大家做伙来学台语哦，先刷摕奖金哦。好，今日的第一回合主决赛开始。4字斗一字，主持人出题目，题目有4个字，逐字拢会当甲中央的答案斗出一个台语词，只要斗出正确的答案，就会当得到分数。上尾啊，分数上悬的家庭就赢咯。嘿，4字斗一字。哎，大家做伙想。哦，是先摕到5500，再搁讲。好，来，我要出题哦。加油！上个，咱请出题。请问，什么火？什么酒？什么热？什么定咧？嘿，火酒热定，中到底什么字咧？来，咱请抢答。哦，开始啊！见证。哦，来。退退退退啥？来。退会退酒退热，我们已经讲了。哪个来？退订。退订。哦，啊，做久做。啊，做久咧。今日的天气足热的，所以我想要啉一罐烧酒退热。啊，烧酒啉完了后，就要退酒。是。啊，退酒了后就要退火。退了我啉酒醉啊，我订的无应该订的物件，所以我就退订。哦。听起来不离有道理。现在就爱想啉酒退火，就是。哎在秘鲁。秘鲁嘛，食凉食好啊，食好。来，咱来听老师的，老师，这个退对唔对？摕这字是对，嘿。恭喜得了1分来，咱听老师来解释。你的退火，就是咱来降火气嘛，啊，咱来啉啥呢？一般会啉什么青草啊茶啦、草茶啦，还是冬瓜茶，这来退火啦，哈。好，第2个退酒，哈，退酒就是解酒嘛，哈。比如讲，伊啉酒啉干呢，麻细，有无？哈，啊，袂退酒的，哈。啊，第3个，哦，拄只念了较无好势，哈，这是退热。退热，吼，南部腔退热啦，啊北部腔就退热，吼，较加一点嘛，吼。好，啊，咱一般拢讲退烧啦，啊，不过嘛有人安尼讲退热，吼。来第4个退订有2种意思，拄中间有讲到一种，吼，啊，另外一种是啥呢？就是退婚，退婚的意思，吼。比如讲伊2个啦，订婚了后，啊，才发现个性袂合，啊，就无爱结婚啊，啊，就安那退订，啊，第2种意思就是甲你的定金。甲安那摕倒来，比如讲饭店订好，啊若无倒去大，啊咱就安那，迄个会当安那退订，所以咱4个答案是退火、退酒、退热加退订，恭喜！好，谢谢老师，讲了讲足清楚的哦，好，好来手放喺2个顶面哦，来2甲阮弄掉，是副调，好，会记来哦，上位。咱请出题。请问，什么色、什么山、什么香、什么花咧？色、山、香、花，中到底什么字咧？来，咱请抢答。好，继续。哦，来，女神来。克色、克色、克酸、克花、克胸。哦，克胸。来，咱做久咧。哦，咱去爬山拢是靠山甲靠花咧行，啊，你靠势你做后爬，结果去受伤大，最后去靠伤。好，来，老师是这个考对唔对？考对。来分数。恭喜
李如行得到1分咯。今嘛1-2啦哦。好，来，咱听老师来解说。好，来，迄个字是对啦，我解说话怪怪，不要紧哈。来，第一个哈，课色哈，伊有2种意思，一个是仗势哈，比如讲伊课色啊啦，因老爸有名，爱着世界去骗食。哎呦，来，第2种意思就是啥？伤过有自信啦，哈，比如讲哦，进前迄队吼，就是安那，伤过课色啦，啊，才会无摕到奖金啦。是啊，来。第2个词靠山嘛有2种意思，第1种是啥？挖靠山的资源，比如讲，迄个住伫山顶的人，大部分拢是靠山在食青。好，来，第2种意思，吼，就是讲有人通挖靠，啊有人通牵绳，吼，比如讲伊后壁。就是安那有靠山啦，爱食安那心肝，吼。来，第3个词。靠伤，靠伤是碰伤，比如讲安那，咱迄水水的水蜜桃无，吼，啊若较大粒的，一粒安那100-200块哦。啊，你若去靠伤，啊皮是安尼乌鲜，啊就卖较无价啊啦，吼，这才是靠伤吼。来，第4个靠花是咱的船啊驶入港，也是驶进这个岸边，就叫做啥？靠花，吼。所以4个答案是靠色、靠山。靠伤加靠花，关键来啊！5星到底倒位咧？唔知哦。好，来咱树啊。好啊。会当哦。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，什么手、什么大、什么大、什么平呢？哦，手大大平，中到底什么字咧？来咱。迄字大我解一贴。贴手贴大平。好，中到底是什么字咧？来咱请抢答。来，今日写。今日起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来，哦，来，鲁迅，一手一贴一大一平。哦，不有道理哦。来，造句咧，造句咧，这边吼拢是足够的，这个乐手，啊哟，食到一贴以后了，发现伊的一手足够大一条桥，所以伊迄个。所以一段落去，大家拢感觉足好听的。袂歹呢。啊，还有一边，哦，一边咧。我讲一边啊，我一开始我讲一边啦，这边的歌曲都足够诶，这边贴贴了，一手在弹来咯。安尼我较想要这贴到底什么大家拢感觉足好听。哦，好来，老师安尼一对唔对？但是一贴是，迄个你快笑干的就知啊。心意。来，机会来啊！来，豆手大平哦，袂歹，做这个句子哩。哎，来穿单边穿，我甲注意点，无一定爱做伙啊，一人一句好无？嘿啊，一人一句。倒手袂当虾梨，哦，倒手袂当虾梨，有影。是。过来。来，我先讲真呀，我倒贴一个查甫。哦，可以会使，过来。好来，我看到我无介意的物件，我就倒弹的。哦，对。好来，个帅有无？倒平，我倒平。讲出来啊！我开车我倒平。简单呀，对。来，老师这个倒对唔对？字是对的。但是意思有诶，唔对哦。好，来分数。恭喜得到第2分咯！来，咱请老师解说。咱今仔这2队真亏害哈，迄个字拢捌，啊，毋过做句的时阵拢做有创意的啦。好来，第一个。倒手哈，就是咱的左手嘛哈。迄个倒手不一定会当写字啦，比如讲迄个左撇子无，咱有人讲歹手啦，有人讲倒手管呀。哦，因啊写字啦、食饭啦，做出个代志拢会用啥？倒手。好，来第2个倒贴。倒贴就是连你的本钱拢了去，哎呦，比如讲啦，这本钱1000块的物件，你叫我卖500块，安尼我唔是阿婆啊倒贴啊倒贴啊。来第3个倒单有2种意思哈，来第1种就是安那，
互人看到啊足讨厌啊足刺激的，看着足倒大的来一般拢是形容人啦，吼。是比如讲看到迄个笑面吼，啊伫遐呢假善假达，啊互人啊啦足倒大的，吼。啊第二种是啥？咱的物件去碰到阻碍伊会安那弹转来。比如讲人个拍啥天尼斯、网球啦、网球吼，迄个这个球去碰到壁，伊就安那倒弹转来，吼。来第四个倒平，比如咱今仔日这女神这队，就是坐伫我的啥倒平，所以咱的四个答案是倒手、倒贴、倒弹加倒平。是。好，来，咱即马就爱来加看分数啊！是好，看5000块到底要放去倒位啊？没错看咱女神这边，因即摆分数是1分，恭喜！啊，来，男神呢？男神这边分数是2分哦。嘿，5000块。哦，好，唔通客气，进来去咱的第二回合，手答定歌机。手答定歌机，两队派出一个人来手答，讲出正确答案的人就会当得到分数，隆重进行5条题目。嘿，手答定歌机。来去望看卖。哎呦，大家望看卖，是照讲望内面的物件哦。没错。哦，阮内面的物件哦，足心动的，我来讲，内面有迄种会，哎呦，会叮当的、袂叮当的拢有啦。啊，还有会黏的啦，会割的啦，啊，哎呦，还有出汁的啦。真正免惊，我老公。免惊。好，来，开始哦。好，把这块头前哦，来，大家望看卖，请开始。请望。哎呦，来，哎呦，你感觉是啥货？你感觉是啥？我感觉可能是倒步。倒步。对哦，会当穿的物件，会当穿的物件，大家拢有，大家拢有大家拢哦。有。应该是袂啊。老师对唔对？出门会穿的物件，伊的台语是咩怎讲咧？开始哦，好，把这块头前哦，来，大家望看卖，请开始。请望。哎呦，哎呦，望我脚哦。哎呦，来，哎呦，望我脚哦。哎呦，就这样哦，来，来，什么感觉？来，什么话？感觉会当安怎？凊物件，新物件。哦，望起来是定的、软的。软的，软的啊，对。地毛的，你感觉是啥货？我感觉可能是倒步。倒步。对哦，倒步。好，来，我问老师哦，来，老师倒步对唔对？倒步都无唔对啊！来，圆，哎，圆，好，来，会当穿的物件，会当穿的物件，大家拢有，大家拢有哦，应该是袂啊。袂啊，确定？好，老师，袂啊对唔对？袂啊，恭喜！来，分数。恭喜你了1分哦！这样有信心嘛？啊，这个袜子伊有几啊款讲法哈，拄则咱的迄个汪源伊讲的迄个是和我的腔较共款，讲袂啊，啊嘛人讲袂啊，有影讲袂啊。啊，若是你去迄个金门，因就无啥，因无啊，因讲啥？因讲无。所以因穿袜子讲穿无，哎，啊，咱若去澎湖马经啊，马经因就会讲啥？迄个买一只尔买，哎，所以金门甲澎湖因就无迄个啊，哎，所以这个腔口有做侪种，吼，咱会当认捌一下，嘿。哦，袂啊，哎，无唔对，嘿，恭喜这边哦，开机哦，我这边等恁开机啊，吼，好来，咱今日换人。爷爷，你顶抓来时阵有算这个游戏啊？无，这新的，所以即摆足惊。不过这上你也看，你即摆有叮当。啥物啦？真正会空哦。哦，伊这会练哦。嘿，不过这个物件哦，较想呀，其实嘛是袂歹啦。哎，袂歹啦。囡仔拢介意。哈？囡仔拢介意。囡仔拢介意哦。哦，是。啊，应该都唔是加抓啦。哦，就惊抓。无定着囡仔介意另外一种的，可能什么？
什么啊，什么鸡母糖嘿嘿，对啊，因为这吼囡仔会介意嘛，嗯，对，是囡仔会介意哦，吼，啊，赶快来帮我教文哈。嘿，帮我教文，有人敢若帮一个是讲做报吼。是，吼，来，伊是袂出汁啦，不过有迄种啊，会过咧迄落下对啦。根本是蝴蝶啊，我来讲出来，蝴蝶。有粉的吼。哎呦哦，你莫去讲啊，足恐怖的。嘿，有粉哦，来，咱嘛去看头前哦，台语帮看卖，啥开始？请帮，加油！帮我教文，教文。啊好，拢红杀去啊！你干那帮我？啊，小姐啊，加油！来，今日再就今日吃哦。怎样来紧吃？怎样无？厉害！怎样紧吃？是什么？好来，爷爷来。丁的，长的，做一色的，做这色的。嘿，蜡笔，对。老师是不是蜡笔？蜡笔，恭喜！来，分数。恭喜你的第2分哦。这蜡笔啦，咱台语叫做蜡笔哈。我相信在座每一个人细汉拢画图拢捌用过哈。啊，迄个因为以前迄个还未发明这彩色笔进前哈，啊，真侪人拢是用啥？蜡笔咧画图，所以嘛有人甲叫做画图笔。所以咱这条蜡笔、画图笔拢会使。好来，咱即马到第2位尔对吧？所以去唔知画无，我唔知影。来，咱今日换人。是，我即马要问一下吼，你上惊啥？查理，我上惊无女朋友。啊！即马街路嘛真济，我看你的朋友应该嘛是有真济女朋友，你种查某囡仔也袂拢单身的啊。但是爱温柔的啊。哦，爱温柔的，啊，够啥货？够有钱啊！啊，够有钱。哪里我无适合你？无适合你。哦，我无钱啊，佫无温柔。哦，我爬山啊。是。爱运动啊！爱运动的啊！爱运动，对一个。这应该是你嘛无使。鸟气。哦，鸟气哦。应该袂，应该不是。无即马家己念条啊，因为阮拄仔讲过嘛，有5个应该有。念条哦。而且阮拢叫伊卖甲喙甲弄起来，卖叫卖讲话，我甲念起来。啊，这物件是会造成伤害。会造成伤害。真的。是，有目睭哦。好来，目睭看头前，准备好啊哦。来，咱台语帮看卖，写开始。加油！较温柔的。我都无忘掉咧。阿姨还要讲这好，你紧帮。这你爱引导。你要讲。咁一定爱安尼，查理。你看电视的时阵哦，应该需要伊。哦。需要伊，啊伊生做什么款？长长的。冰的啊，嫩的。有长，够有嫩的。哦。控制，遥控器，遥控器，遥控器，遥控哦，明白哦。明白哦。好，来，我问老师哦，老师遥控器对唔对？遥控器，恭喜！来，分数。恭喜你的第3分哦。咱即摆生活中吼有真侪，比如讲铁门啦、电视啦，拢会用到遥控器嘛。啊，遥控器哦，这是电视的哈。是。来，这遥控器咱会当直接翻做遥控器。啊，嘛有人较感性的讲遥控，甲我甲迄电视的遥控起来，安尼。对。所以2个答案拢会使。不要紧，各有人，别惊。好，来，今日换人哦。我唔知要安怎讲嘞，因为啊，咱拄啊唔是讲过5个，其中有一个是歪，伊即马甲歪摕出来啊。没生气啊！啊，头早甲伊迄丝加掉。加掉了，伊给我吊起来。啊，即马搁咧啊嘿。嘿，个俩害来害去。讲正事嘞，真正你加啥？我加阮某。啊，伊某会叮当啊，嘿对啦。无唔对，恁某是坏，我无可能甲吊我内面吧？嘿。
安尼哦，所以你看那想想个念念个哥，对，想，真正要升高安尼。所以讲你等下个地盘就是哥哥啊啦。所以我唔敢听啊。啊，恁摸的时阵较细腻的，嘴目鼻拢有。真正的足。什么比？嘴目鼻拢有。嘴目鼻拢有。哎呀，嘴目鼻拢有。哎呀，伊就是安尼，伊就是迄种安尼啊。安尼是啥？伊就跟我澄清。无，甲吊起来又变安尼。吊起来哦。查甫人啊，对待伊较温柔。较温柔。嘿，毕竟我看这个是应该是母的。母的。来哦，准备好啊，免惊。来，把这看头前，来，台语蒙看麦，请蒙。较细啦咧，顶管，啊，吊起来，顶管，你吊啊，手放掉啊！去到地去啊，蒙眼手。是啥？哎，哦，出奖啊！哦，还有吃饱出来，哎呦，来，你拄啊袂记你吃哦，平川，你唱歌几下？讲看嘛。你要小皮者哦。嘿。有味无？有味无？有嘞。啊！哎呀，不要紧，来，平川先讲。你什么感觉？偏起来臭无？袂嘞，胖胖。胖胖。啊，你摸的时阵什么？丁的、软的？我刚才摸到想想俩。啊，那你是吃什么的？什么意思？你认为？嘿。敢若是什么物件？地壳嗰种的。地壳。哦。什么？你讲啥？地壳啊。地壳。哦，地壳。地壳就是肥皂嘛。你刚刚是地壳。好，来，咱问老师这无定着你对哦。对。来，老师地壳对唔对？地壳就歹势咯。哦，来一边的来哦。来，这个物件是安尼哦，讲实在的，恁钓安尼摸真正摸袂出来是啥。是。但是你只要讲了问，这钓起来了，有影就是亲像你讲，有鼻啊，有目睭，无喙齿，而且摸起来香香。过一开始做淡的，买手时间一个经过了，就慢慢啊打起啊。哦，有营养哦。因为去用吸收去啊，所以这个物件就是。但我想下台语咩讲？这个台语叫做面膜啊。哦，面膜啊，哦，不有道理咧。大姐，面膜。面膜，嘛袂歹啊。还是口音，面膜啊，面膜。好，来，老师面膜对唔对？面膜，安尼就歹势咯。平川，刚是倒球的嘛？平川，记咧。无啊，无啊，等下，来。一人两摆。嘿，来，明川来，机会来啊。哦，平川。就大面的叫啥？大面的。对啊。嘿，大面的。无你讲大面的，我感觉袂歹啊。大面的啊 ，OK 蹦呀。大面 ，OK 蹦。哎，迄个像大面的叫啥？迄两个伊边讲。哪知？对啊。哎，你较有内容啊。啊，川啊，无你问我好啊。你讲啦。你来积极答。凊彩讲一个啦。积极啊。嘿，你感觉是啥？应该是。真的哦。我猜是。我大面的。大面的。哦，无定对对哦。好，来，老师大面的对唔对？形容了真好，唔过。哎，来，拄则你的答案吼。哦。上接近啦。啊，唔过就是你念的音。嘿，面什么？知啊。面膜啊。赶不要，赶快了呀！赶快，谢谢，我睇无错误嘅。人生啊！面，我要算时间啦，我面爪，面爪，哦，嘛袂歹啊。面爪。好，来，老师面爪对唔对？面爪是面子，无共诶。哎呀，真可惜，就是安尼，摸，你知影？来，面膜啊，面膜。面膜，哦，我问老师哦，老师面膜对唔对？差一点嘛啦，啊，较低音嘛。面膜，面膜啊，膜。嘿，啊，这个膜，你着咱步腔会较悬，啊，步腔较低的面膜，所以面膜
面膜拢会使。是观音哎，拄则讲的面膜啊，是脸蛋啦。你讲哦，伊的面膜啊，足水的，那是脸蛋，哎，无共款。哦，应该这就好啊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哎，袂歹安尼就知影吼。好，不要紧，咱个我今年活人哦。最后一位啊哦，起码是3比0。哎呦，要安怎爱开市啦？我今天要互人剃光头啊。是要互恁剃光头啊？要互剃光头要输了了。这应该是内面我看吼，查甫囡仔。应该是查甫囡仔较会介意哦。这行了。恁回你若要摸，你就爱动一脑啦。嘿啦。爱动脑。动脑。之前你上惊啥？我细汉时上惊迄河流有哦，迄骨溜迄种的，我上惊。你放心，这什么接拢无，免治嘛治袂出来。嘿，大免惊。不过伊会安尼跳来跳去哦。系啊，跳去。因为有一寡动物咱咧做中药就是拍打嘛。嘿，真爱跳来跳去，溜恐怖。伊是做运动用的吗？伊毋是。还是耍的，还是耍的物件。你爱动脑筋就对了。爱动脑筋就。爱动脑筋。来，脑筋放伫厝的。当然你上惊啥？我上惊破病。哦，因为安尼就无法度照顾出来的人啊。嘿，无就要家己身体顾好，是就这简单尔。嘿，其他拢无惊。无。是啊，不过真侪食，我是感觉真侪食。嘿，数量真多。数量真多。真侪食啦。真侪食，足侪食呀！系啊，啊个有我唔知影，人唔是讲有迄种糖啊啥吼，迄色水吼，较济较落啊，较光的啊，像种黄的啊，迄较有毒，我唔知有毒。啊，等下若是有毒，等下落啊吼，酒精喷者。对，3种咧边啊。好，麻烦者。好，来。免惊，加油！好来，目睭看头前哦，台语望看卖，咱车开始。较水啦咧，水姐加油！加油！譬如讲目笑，啊，毋过是细的，安尼。细目笑，啊是相机，好啦，无就相机啊，相机吼。相机。哦，迄阿爸会当拍开。啊，有2队安尼比赛。是。机理若会当跳，有一种物件叫做跳机啊。大人囡仔拢会耍的游戏，伊的台语是要怎讲咧？好来，目睭看头前哦，台语望看卖，咱车开始。较水啦咧，水姐加油！加油啊！加油！加油！哦，来饭哦。不要讲，真正足多，数量数量足多啊！毋过伊阁有一个，敢若是要把迄数量足多放伫内面的。哦，还是定的软的？定的拢是定的。拢定的，还是四角的？四角的。哦，数量足多是圆的。哦，嘿，啊毋过迄个是蛤蚧嘛，是蛤蚧哦，蛤蚧是咧是蛤蚧，嘿，是好吧？你感觉啥？你应该捌佚佗过哦。譬如讲目笑，啊毋过是细的，安尼。细目笑，嘿，目笑，啊是相机。诶，哦，因为摸到的是这种相机的圆吗？啊毋过有一个蛤蚧，啊毋过数量足多。有一个阿爸呀。阿爸。是，你拄好讲到一个吼，其实这种会分足侪种的。嗯。来哦，铃铛要安怎讲？铃铛的3、2、1。好啦，无就相机啊，相机吼。相机。好，来，老师相机对唔对？安尼就歹势咯。来，只期有机会啊哦，你通搁摸者。嘿，我真是细汉有咧算这样。哦。因为阿爸吼，迄阿爸会当拍开。啊，有2队安尼比赛，是。啊，拄则主持人，我想讲伊老地啊，对不是安尼讲？伊讲会当跳的，是。机理若会当跳，有一种物件叫做跳机啊。是。我咧想是，应该是跳机。好，我问老师。就一粒。嗯，我问老师哦。好，来，老师跳机对唔对？跳机，恭喜！来，
来分数。永义得到第4分哦，厉害厉害厉害！因为我拄啊伊嘛讲着跳，我拄则嘛想要跳啊。对啊。嘿，伊会安尼来安尼去安尼。伤紧啊啦。是是。我想讲1分拢无。对啊。不要紧，咱听老师来解说哦，吼，来老师。好，这就是咱华语讲的跳棋嘛，吼。好，啊，这种算跳棋的，当然激头脑啦，吼，训练咱的思考甲咱的逻辑能力、逻辑能力啦，吼。好啊，所以就直接翻就会使呀，就叫做跳棋，哎，容易，是，好，谢谢老师。谢谢老师。啊，伊讲的另外一种的军事枪击要跑的啦，嘿，枪击，对对，是伊分足一种的啊。我为什么要落地？因为搁无讲落落伤远啊啦。啊。冰川一直在下着。哎呦，实在是。感谢你，感谢你。好，这就是跳棋。跳棋。好，好，来，咱请回看这分数。来。哎呦，哎呦，真正有影，咱先看一下吼。阮女神这边偌济？恭喜得到4分。嘿，啊那男神嘞？男神冇一个爱心。不过还未结束哦，又搁是拄拄啊开始呢。嘿，不过咱这一回也要1万块奖金去对面。送互咱女神啦，恭喜！好，所以讲咱即马搁有哦，继续哦，今日咱的第3回啊。斗阵拼输赢。斗阵拼输赢，拢总有5条题目，2对家庭10个人斗阵上台回答，若是答唔对，就会失败。进行5题了，最后生存落来较侪人的家庭就赢咯。是，咱这个回合就敢若3个答案，叫 A、B、C。没错。嘿，啊那鸡卵吼，袂当放喺规个篮内底，啊，迄风险一定爱分开就好，唔通全部当一个底尔哦。吼，好，啊，等下听我讲哦，哦，咱车试答案的时阵再试，因为对方拢伫看哦。哦，会记哩哦，风险一定爱分开哦。来，开始啊，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，若讲一个人落地啊底蹦子是啥物意思咧？A. 当生爱计较 ，B. 无存好心 ，C. 无钱就散车。好来，恁有10秒的时间，嘿，落地啊底蹦子是爱计较，还是歹心？嘿，还是讲无散车啦吼。来哦哥，4、3、2、1，好来，时间到，咱请起答案。哦，这边5条命拢是 C， 这边5条命嘛是 C， 大家敢若拢足有把握吼。这应该是拢有看电视过哦，因为电视嘿，无毋对台词内面都有啊。是，不过意思是啥？问看因知无？吼，来，咱队长。那第蹦子，因为咱有钱人拢是会抓票嘛，对无？啊，蹦子就是人工啊啦，啊人工啊，放伫落地就表示讲你真善车，毋是好嘢啦。哦，规张的啦，安尼啦，爱规张的才是有钱。对，哦，看大张的啦。对。嘿，啊那咱这边的男生，咱阮这边互明川一个机会啦。哦，你明川来。徛遐尼久，啥物话拢讲袂出来。对啊，敢若一点呢。来，甲咱讲一个，你选的是 C 嘛吼，是无钱足散车。我本身我口袋就无钱啊，所以讲我今日搁想讲，搁要去消费安尼啊。哦，都无钱啊，是讲落敢若蹦子呢，就蹦子啊。是好，咱来看一下哦，大家足勇敢，拢加一个答案。拢是哦。嘿，来，咱来看一下，正确的答案是 C。第啊地蹦子啊，啥物是蹦子咧？吼，大家敢若较无清楚啦吼。蹦子就是咱咧用的迄个亲啊底蹦啊底用迄个砝码，蹦啊底用的砝码吼。所以你迄个蹦子甲地带你的这落地啊底吼，伊安尼扩来扩去，轻轻锵锵有无吼？啊，袂输讲你足好嘢足有钱，啊其实落地啊是无半线啦。所以这个落地啊，吼地蹦子是咧形容人啊呐。无钱就散车，后一题啊哦，来，请试后一题，咱继续哦。来哦，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，倒一个是真正花的名咧 ？A. 真假花 ，B.
行咖啡，C 亲仔花。安奈无人选 C？对啊，我感觉无可能，我家己的感觉啦，系啊。行咖啡我有阿嬷捌讲过，讲诶，伫足够行路的人叫做行咖啡，我唔知影是毋是？是，敢若有记伫。啊，亲仔花，因为咱有当阵会用一个物件的形体来形容。是。哦，迄个花蕊啦，还是讲树啊，还是树叶，敢若亲啊，迄种有无？哎呀，我是安尼想啊。正确的答案是。伊敢知影下骹倒一个是花的名咧？广告回来报你知哦。好，来，恁有10秒的时间。真正花的名哦，嘿，是剪甲，剪甲花，嘿，也是讲行咖啡，行咖啡，也是讲亲仔花，嘿，来哦，10秒哦。这个有听过叫法度啦。嘿，风险啊，分开哦。分开哦，来讲，4、3、2、1。好，来，时间到，来，咱请起答案哦。是哦，请起答案来。3 C 2个 B， 吼，这边是 A， 你选的是 B。对。行卡。行卡花应该是什么花会使飞？行卡花。好，来，咱队长，你选的是亲仔花，你捌看过？因为剪甲花是咱是不是咱剪迄个指头啊？迄个剪甲的，剪甲的艺术的一种，吓，艺术的一种。感觉唔是啊，吼，啊，行咖啡我有阿嬷捌讲过，讲诶，伫足够行路的人叫做行咖啡，我唔知影是毋是？是，敢若有记伫啦。敢若有记伫哦。啊，亲仔花，因为咱有当阵会用一个物件的形体来形容。是哦，迄个名花蕊啦，还是讲树啊，还是树叶，敢若亲啊，迄种有无？好，我是安尼，系啊，我是安尼想啦。嘿，来，你讲者，你选的是剪甲嘛？因为你捌看过剪甲花？没看过，因为印象中有听过啊。哦。哎啊，另外2个就无听过，所以就选了啊，因为嘛唔知是啥物物件。所以阮这边哦，就是全部的人拢无答案啦，拢无答案，对。啊，那无人选 C。对啊。因为我想讲，伊叫我选 C 啦，啊，毋过我行倒来这边，我想讲，我想讲，我感觉 C， 我感觉无可能，我家己的感觉啦，系啊。正确的答案是。来行咖啡，咱的花拢无会飞，好不好？好，来行咖啡就是四界安尼老老细细的，哦，比如讲啊，你若应用哦，啊，就摸出来行咖啡，所以行咖啡唔是真正的花。好，啊，凊仔花是咱以前吼，咧安那咧凊菜啦、凊肉，甚至会当凊大滴的迄种啥，迄个凊仔。凊仔有无？凊仔顶悬吼，咱咧看讲啊，到底吼有几斤几两，安尼一顺一顺啊，花花种记号，这叫做凊仔花。所以伊嘛毋是真正的花。好来。啊，真假花就是咱的凤仙花。来，以前的人会甲这种花的花瓣叫花瓣，啊啦，搁真假顶悬的话，当做真假油安尼，插到顶悬，安尼看到那红红水水有无？哦，所以真假花才是真正的花。有时阵拢真正拢会互这骗去，对啊，嘿，拢一定爱去看好清楚，无就想好清楚再搁讲。不过遮尔啊紧就叫阮下班啊，真好，嘿，嘛毋知甲民川感谢。好，不要紧，咱今日看一下分数，阮女神这边。哦，因即嘛换因剩一个爱心啦。嘿，啊那咱男神这边咧。哦，因即嘛还有3条命哦。伊变盘哦。变盘咯。是，所以讲因拄则的迄落咱奖金。5000块，啊，咱即卖奖金偌济？搁赚2万起哩，2万起，变25000块啦，恭喜！变盘，好，咱即卖起来，小记我来排。
俗语我来排，当中有5组的题目，大家轮流甲正确的俗语排出来，剩的秒数就会使换做现金，1秒1000块，奖金就互恁全家砸转去。嘿，俗语我来排。全家抢奖金哦！哦！顶盘奖金偌济？咱即马奖金有25000块。好，来，咱即马排一排哦。排伫咧，排伫咧。互相讨论。好，速度愈紧，对恁的奖金是1秒1000好，哦。来哦，请开始。是。请鬼跳，跳单，哇，这个来，熟悉片，食西片出来，哦，这个手屈。手翘屈立，安怎？屈立，无屈出，有屈出。你来，一个我看老咧三个大人，囡菜汤夹菜，你别再讲起，你别菜什么戏？菜，记得12秒。菜，3秒。我来，一定要用死啊！系啊，要马你老无菜啦吼，字较无熟，较无熟，我进来。第一句，请鬼拆药单吼，啊破病时阵，唔去互医生看啦，啊甲鬼当做贵人吼，啊请鬼去摕药单，啊你一个请唔着人，安尼就是咧自找死路。来第二个。熟识骗厝内，吼，咱常常讲熟识人啊啦，较袂敢骗啦，啊，咱就较无戒心吼。其实啊，甲咱骗上忝的应用拢是啥？熟识的吼。所以这句话就是咧提醒咱，准做是熟识人，咱嘛要安那，咱嘛要细致哦吼。尤其是咱人啦，食老的时阵啊，家己的老本哦，就要顾好，唔通去互骗去哦吼。第三句，手翘就是咱的手肘，吼，伊会当安那。拗一摆，啊，袂当咧拗出去，对不对？哈，所以这手翘屈入无屈出，就是咧讲咱人拢是安那自私的，哈，啥物代志拢为家己的人好啦，吼，会维护家己的人，这款心态是真自然的，吼。第四个，一个囡仔较闹热三个大人，一个家庭要有快乐闹热的气氛，就要有啥？有囡仔，吼，啊，因为囡仔咧天真活泼嘛，吼，啊，佮得当疼，所以闹囡仔。规个家庭就安那闹热起来。来第5句，菜汤食菜啊，菜卡死。你看菜汤敢食的菜叶啊？啊，咱的做事人是毋是会甲转农药啊？吼，啊，迄个来甲偷嘛吼。啊，这菜汤伊就死伫对，死伫这菜卡，所以意思叫人啊啦，唔通做歹代，吼，啊，若无你会受到报应。譬如讲啊啦，你若要带这个乌道，啊，甲人安尼赌强拼生死。好，早晚伊就会死伫这个乌社会。以上是好，谢谢老师。听这俗语的意思哦，大家拢了解。其实安尼你就较好记迄字啊。嘿，就袂爱伫遐手紧，紧到尾啊，即马奖金剩偌济？啊，伊记到尾啊，剩这安尼啦，3000。剩20秒哦。对啊，了紧，3000嘛袂歹啊。嘿啦，袂歹。好，来，咱即马进来去颁奖。金鱼档啊！还有25000变3000啦！迄创的就帝王宝啊！帝王宝，唔对，哎，其实哦，阮这吼，阮有 app， 你知无？嘿，阮有 app， 你通啊吼，登记了吼，你甲download落来，来，互恁试看卖，登记有兴趣，嘿，甲阮吼download一下，家己伫厝会算。来，你个试。那个试，刚才是凶来，对啊，会当哦。开始，3、2、1。好来，叮当有名声，好，进口来，爷爷来，好小妹啊，玲玲，来，大爸，新牛，来，零高零，凤高，来，拍，好，
拿来阮家。伊毋是5000块啦，表示你30秒无用完，你原本奖金偌济就是偌济。对，对，来阮家搁通啊，嘿，搁通啊，真正摕3万5奖金奖，开心干嘛？嘿啊，不要紧，咱搁练习，再过来就好啊，惊啥？对不对？好，今日来谢谢咱的国文老师哦。是，咱辛苦林淑琪林老师。抓鸡有地位，到林表等于，好，你大家拢欢喜，再会喽。谢谢，感谢，有人再过来，谢谢，感谢，好，有人再来去头，真的，嘿，再过来，谢谢，今年个过年。